在地前婚姻馆六邦天上圣庙，这是全台少数有神无庙神明。这个六邦妈过路被文化部认定是国家重要民俗。今年更到差不多几十万的信众被妈祖婆搬厝，为岛南过的乌下游红坛出发，到土库谷这个过江红坛，透过镜头来看头前。一年一摆宗教神事六邦妈过路，伫咧招一起鼓，向来自各地信徒来陪伴六邦妈搬厝，感谢六邦妈的保庇。我们今年已经走了第26年了，然后每次走过的时候，刚开始现在垃圾都很多，但是现在环保意识抬头，所以大家就可以不要乱丢垃圾。我们在捡垃圾的志工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人。六邦妈过路，唔那是真侪乡镇重要的宗教文化活动。伫咧民国186年，去文化部列为国家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。那尤其是在我们无形的文化资产，也受到这个文化部的一个肯定。所有参与的信徒信众，大家一定都能够阖家平安。今年过路的活动办甲真热烈，一年一道神事，互大家更加明白民俗文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